苏妍希啊，我一个人对付顾西城不行，你得帮我。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吗？你在顾家人面前表现得太好了，他们根本看不见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们都讨厌你。那我破坏自己的形象，不是也在破坏你的形象吗？哼，你还知道你在冒充我？那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要干什么呀？我看你是不想见你妈妈。露露，少夫人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少夫人，你这是在拖地还是在画画啊？能不能做好？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走。少夫人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我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做错了？要不要把少夫人的位置让给你，你来支持我做事儿？少夫人，你这么说话，太欺负人了。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不是？不满意？赶快找老夫人告状去吧，我才不怕。何锦溪，奶奶，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。石榴她不会做事情，我教育她几句啊。露露再不对，你也不能有这种态度跟她说话呀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露露做错了，那不是还有方叔呢吗？你看看你刚才的样子，跟那些市井里的泼妇，你有什么区别呀？奶奶，你别生气，你表妹小不懂事儿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啊，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，东西特别好。奶奶，你陪我去挑挑呗。是吗？行啊，那我陪你过去看看。那好，走吧。不嫌弃我这个老太太，目光落伍就行。露露，刚才这事儿，还不睡啊？还不困。你是不是这两天心情不好？我没有啊。哦。我听奶奶说，你今天跟露露吵了一架。啊，那是因为露露今天地板没有拖干净。那肯定是特别不干净。这帮人呢，就是因为跟我和奶奶太熟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偷懒。你今天骂得好，这样他下次就不会偷懒了。不过呢，你是顾家的少夫人，跟下人吵架，确实有失身份。下次有什么事儿啊，让方叔去教训他们，免得气坏了身子。你说对吧？你就没有觉得我今天不应该发脾气吗？没有啊，既然你发脾气，就说明他们做的很不对。我看你这两天心情有些不好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我没有啊。行，等你想说的时候，你再告诉我。我先休息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
锦溪，来坐下吃饭。哦，奶奶，您吃三明治啊？锦溪，你今天怎么没给大家做五谷养生粥啊？想吃粥自己做去，干嘛使唤我呀？我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没人惹到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是不是没睡好啊？我睡得可好了，就是看不惯你这副大少爷的嘴脸。我是你老婆，没说我当兼职佣人吧？贺锦溪，怎么回事？好好说啊！凭什么你想吃我就得给你做呀？别说我今天不做了，从今天以后我全都不做了。行，不做就不做，也没人逼着你做。你怎么说话了？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谁无理取闹了？你把我当佣人用，我还不能生气来了是不是？够了！因为我昨天批评了你，你对我不满了是吧？哪能啊！您是顾家的老夫人，您说什么都对。你还顶嘴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话有问题，惹到他了，跟您没关系。来，吃饭吃饭啊！顾局长，别给我在这装好人啊！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。奶奶，奶奶对不起。贺锦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想吵架是不是？我吃饱了。奶奶，锦溪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有你什么事儿？看样子他们小夫妻俩是吵架了，没事儿，过会儿我去劝劝就好了。唉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我是管不了了。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呀？这样的企划案也拿过来唬我？你要是不行，提早换人。嘛呢？啊？发那么大脾气？至于吗？啊？你说，我大学时候做的企划案都比这个好。不就是个企划案吗？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不至于吧？是不是最近家庭生活不和谐啊？行了，别扯了啊！我叫你来啊，是有件事问你。你对这个女人啊，比我了解。你说，女人要是无缘无故的大发脾气，那是为什么？哎，女人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不是大姨妈来了，就是大姨妈在来的路上。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对她的关心、关照、关怀 ，take care。怎么关心呢？买东西呀，宝贝儿。买什么东西啊？包啊，包。包是百变。可是她不喜欢这些东西啊。Oh my god， 兄弟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了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自求多福吧。等于没说。周家太太约我去喝下午茶，你告诉锦溪，让她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去。是，苏小姐。方叔，奶奶，哎，奶奶啊，这是我亲自做的一些小点心，哦，你尝一尝，给我提点意见呗。好，我来尝尝苏小姐的手艺。嗯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真好吃，比外面卖的味道都好吃。谢谢奶奶夸奖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一直住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向您道谢呢。嗨呀，你是锦溪的表姐，那谢什么呀？那我这么大一个人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
那肯定是麻烦到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奶奶，我那天逛街，亲自给您挑了一份小礼物，希望你能收下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这做长辈的哪能收你的东西啊？奶奶，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缺，但这是做晚辈的一点小心意，你要不收下，我会难过的。好好好，那就谢谢你了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出去了。出去了，他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？算了吧。奶奶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可以帮忙的。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我一个老姐妹啊，约我去喝下午茶，本来想让景熙呢跟我一块儿去的。哎，苏小姐啊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？那我确实是大闲人一个，但是奶奶，我要去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不就喝个下午茶吗？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陪我一块儿去吧。那好啊，奶奶，你就带我出去长长见识吧。好。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我要是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这就是我的那些老姐妹。托你口福，你呀有福，顾老太太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我来吃了，来，坐。哎呀，顾老夫人，你可没来迟，今天呢是我们提前来了，你要来，这不你看看，我们都提前来报道了。奶奶，您喝茶。哎，好。哟，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！老夫人，一定是您的孙媳妇儿吧？啊！哎呀，早就听说我们的顾老夫人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，一直没见过面。今天这一见面，真的是漂亮又大方呀，是吧？有福气呀！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她不是我的孙媳妇儿。她是我孙媳妇儿的表姐，刚从国外回来的。我的孙媳妇儿呢，今天出去有事儿了。我呢，怕把她一个人扔在屋里无聊，我就把她给带出来了。是，你们不见怪吧？这是哪儿话呀？表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夫人啊，那您的孙媳妇儿啊，一定差不到哪里去。哎，等您孙媳妇儿有空啊，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！我们大家可都准备见面礼了呢。哎呀，见面礼就不用了，等有机会呀，我把她带过来给你们看看啊！一定的啊！来，喝水啊！喜欢吗？天哪！你疯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把家里床上弄成这样，我们怎么睡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玩游戏玩的太投入了，特别不好意思。只要你给我10秒钟，我马上还你一个干净整洁的床。等我一下，快来。快点。1、2、3，怎么样？干不干净？好了，快来，一起玩游戏吧。太过分了！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了？露露，露露！哎，你干嘛呢？是有点过分了。好啦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够累的了。来，坐下来，陪我说说话。奶奶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奶奶，你都不知道，跟着你出去可以长好多见识。以后你就多带我出去好不好？行啊，只要你啊不嫌我们这些老太太无聊就行。怎么会呢？奶奶，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行。奶奶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休息？好。来，慢一点。
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他都挑我毛病。就刚才少爷回来，他让我去少爷的房间打扫卫生，我一进去，那个房间可脏了，我都不知道少夫人她是怎么把这个房间弄得这么乱的。露露，你到顾家的时间呢也不短了啊，一直干得也不错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少夫人对你，要求的严格了一些，但作为你来说，就更应该做好。可是，她也不能对我那样的态度啊。她是主人，不管主人说什么，你都要努力去做。露露，别让我太为难。哦，知道啦。回来啦？怎么样？现在干净了没有啊？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哪有味道？啊？停！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我？没错。没有味道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味道就是从你身上来的，臭死了，一身都是汗味儿。你赶快洗澡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别太过分。多洗几遍，听见没有？方叔，我觉得少夫人好像变了一个人样子。你说她以前多和善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呀，少夫人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哎，这些状况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到顾家以后才出现的呀。苏小姐，苏小姐人挺好的呀，她和少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哎呀，主人家的事儿，我们就不必插手了啊。我会跟老夫人说，让她劝劝少夫人。你呢，做好自己就是啊。方叔啊，如果少夫人脾气要一直这么坏的话，我可就真的不干了啊。苏小姐还在忙啊？对啊，我刚打扫完少爷的房间，现在把这个收拾一下。啊，你们真的很辛苦哎。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都怪我表妹，露露，你们多包容包容她，好不好？那也不是啊，她是少夫人，我只是一个佣人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苏小姐，少夫人好像最近心情不大好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？其实我表妹她脾气一向不太好，之前可能是因为刚刚到这儿的缘故吧。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回头我劝劝她。谢谢苏小姐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听她说，她嫌你们工作不太认真，要扣你们薪水。我提醒你一下啊。啊？她要扣我们薪水？停。贺锦熙，该睡觉了。
好的，我再玩一会儿就睡了啊，你先睡。怎么回事？贺锦熙啊！别吵！贺锦熙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别太过分。顾西城，就你喊的，我游戏都已经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太过分了吧！你玩个游戏你至于这么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睡觉。你过分，玩个游戏都不愿意。吃薯片喽！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自己睡吧。露露，我也只是提醒一下啊，没事的。那不早了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少夫人她要扣我们的薪水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。昨天晚上贺锦熙真的把西城给赶出去了？是，露露看见的，说少爷很生气，昨天睡在客房了。这个贺锦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要问问他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，是，老夫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露露说的，说是少夫人怪他们几个下人卫生没搞干净，好像要扣他们的薪水。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啊，是。